后来，这个桃园机场确诊的清洁人员当中有一个，这个跨年的期间连续5天，拢有到中立的金山歌友会来报道。来看这个相片，现场是组织着清通人，但是大家用尾拢无挂喙安，这是互人想到新北市迄个西子会当初造成的群聚感染。桃园市政府赶紧来补破网，早起7点半，就针对800个歌友来做预防性的采检。因为即摆较烦恼的是，这个歌友会场合大部分拢是长辈聚会人，就惊免疫力较歹的老大人，若胃着病毒会转做重症。伫舞台顶欢喜跳舞，歌友会跨年晚会气氛有够嗨。6天了后，歌友煞互卫生局找转来做测采检。医护人员穿防护衫，服务镜，阁有水暗，规身躯包安安。边仔阁有民众排队准备做采检，因为桃园中立这间歌友会一位确诊的桃园清洁人员，自去年12月29到今年1月初2，连续5天拢来报道，甚至跨年迄天嘛有来拍麻将。他是12点20分来，大概剩下留下来10几个工作人员在恢复场地，待了3个小时。昨天晚上几点的时候？大概8点多。这2天自己会很担心，因为可能那2天。他当然会啊，那一定的嘛，对，就是怕影响到给别人。歌友拢真烦恼，因为跨年晚会迄天现场有将近1000人，拢无甲喙炎挂好，近期哩接触拢唔惊。虽然这位清洁人员无直接参加晚会，不过这个状况连医生看甲拢会惊。长辈的比例也真的还蛮高的，免疫力差，那病毒就会停留比较久。然后也种种可能产生的重症也会比较，变异株再冒出来的机会可能也会多。跨年参会的这个800多人，那昨天已经完成造册，那现在正在进行采检，那早上到现在为止已经采检大概60几位了。市府对800位歌友做测采检，桃园阁有另外一位确诊者的亲人读观音区某一间国小，今仔日嘛预防性停课1天。社区的足迹以及风险的预防，社区采检站。那从昨天开始增加为5个。要阻止病毒的传播链，郑文灿尽全力扩大采检，就是要来防止疫情搁扩散。